了吗？这是中华民国国歌，别出心裁的改编，音乐感染力更强。8度连串快音算是最难的东西吧。被称为史上最难国歌的演奏，在网络上吸引近30万的点阅率，钢琴家张凯因此受关注。留学奥地利回到台湾，用音乐抒发对家乡的情感。出国以后，你会觉得这是自己的根、自己的本，才开始听客家音乐。4/4拍的客家曲调加入圆舞曲华尔兹4/3拍的节奏，张凯挑战跨界，让传统客家歌曲与欧洲古典音乐衔接。可能是民族性吧，就比较有韧性。我就觉得钢琴改编起来是蛮不错的。什么是属于自己的音乐？5岁开始学琴，夺得奥地利青年音乐作曲家第1名的张凯说，他曾经迷失过。当时会觉得我就是弹得比你快，比你大声，这样我就是厉害这样。当时会这种小屁孩的想法吧。在维也纳，大学教授给他勉强及格的考试成绩，犹如当头棒喝。评审跟老师都劝过我，你像个马戏团小丑一样，像个猴子，这样子秀一下就很快弹，这样子没什么意义。弹琴被批评是炫技，有打击到你，对不对？那当时也有做一些思考，就周你会强题，你后暗号点，做人要谦虚，不要这么爱现。改正骄傲，用心去弹每一个音。现在的张凯有独特的创作思维，期许自己的音乐更能打入人心。做人爱强皮，唔好按好点。做人爱强皮，唔好按好点。